一般男性交流放疗白顺，最容易甲尿雨线肥大有关。其中一位84岁本身就因为交流长期接受尿雨线药物治疗，不过最近却开始恶化。经过转诊到市立病院家医科，发现原来是血糖高达474，已经超过一般人的5倍，恐惊有生命危险。糖尿病典型的症状包含了3多1少，吃多、喝多、尿多、体重减轻，所以它其实是多尿，多尿导致它的频尿，然后尿忍不住、尿急、尿失禁这个样子。那给了短期的胰岛素补充之后，它胰脏的功能恢复了，身体就可以好好的利用血糖。当然，男生50岁之后，攝護腺一定会有一些肥大的症状，有尿尿的症状，当然还是需要全面性的评估一下，这样子。医生进一步强调，慢性病控制不只是数值改善，更是预防后续心脏病、脑中风等并发症。依照中央慢性病风险评估的平台，以本身为例，脑中风风险高达100%。那依照医生的指示，用药控制，得当将风险降到66%，大大减少未来失能或是需要长期照顾的机会。台南新闻，阮吉采访报道。